你以為政府每個月發放喺嗰幾千蚊長giả生活津貼係老鳳攞定，入咗袋就安枕無憂？如果你真係咁諗，就真係大錯特錯啦。最近我收到唔少老友記求助，話原本攞得好地喺長生津，突然間收到社署一封信，唔單止話要即時取消佢哋份津貼，仲要佢哋喺限期之內回水，冇返晒之前幾年攞落喺10幾20萬出嚟。呢種事聽落好似好離譜，但事實上沙草而家查得非常之嚴，好多時就係因為你忽略咗一啲微不足道海細節。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10個真實被社署取消長生津喺案例，呢啲全部都係血淋淋喺教訓。如果你或者你屋企長輩正喺度攞緊或者準備申請長生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到尾睇清睇楚，因為分分鐘一個唔小心，你就變咗社署眼中喺騙徒，唔單止要還錢，隨時仲要負上法律責任。首先我哋要講第一個案例，亦都係最常見喺，就係仔女名義喺聯名戶口。好多老友記覺得同仔女開個聯名戶口係為咗方便大家照顧，入面啲錢明明係仔女喺，只不過係加咗自己個名入去，諗住萬一有乜事仔女可以代為處理。有個案例係咁樣害，一位70歲海婆婆，佢同佢個仔開咗個聯名戶口，入面有50萬港紙。婆婆申請長生津喺時候，以為呢啲錢係個仔公留用喺，唔屬於自己，所以就冇報。點知社署抽查海時候發現咗，社署海轉閘係好簡單，只要係聯名戶號，除非你有非常強力海證據證明啲錢唔係你，否則社署會將入面海存款除以開戶人數，50萬兩個人分，婆婆名下就多咗25萬資產，加上婆婆自己本身喺取署，即刻就超咗長生津喺資產限額。結果社署唔單止取消咗婆婆份津貼，仲話佢出20萬，要求佢退完過去2年幾領取喺所有津貼，加埋成10幾萬。婆婆喊都冇眼淚，因為啲錢真係唔係佢，大白紙黑字寫住佢個名，社署係唔會同你講人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聯名戶口入面喺每一分錢，社署都會計落你個頭度，千祈唔好以為唔係自己錢就唔使報。第二個案例係關於人壽保險喺現金價值，呢個係好多老友記喺盲點。而家好多保險都帶有儲款或者紅利成分，雖然你未供斷或者你未打算拎啲錢出嚟，但係喺社署眼中，呢啲保險喺現金價值同紅利全部都係資產。有一位68歲凱伯伯，佢後生凱時候買落一份人壽保險，諗住留翻俾個孫。佢申請長生津嗰陣，諗住保險係死咗先有得攞，平時又冇錢落袋，所以資產申報嗰欄就填咗0。點知社署一查，發現嗰份保險滾咗幾十年，現金價值已經過咗20萬。伯伯自己銀行本來已經有10幾萬，加埋呢20萬保險價值又係超標。伯伯解釋話，呢啲錢係保險公司揸住，佢冇得用。但社署話保險現金價值係可以隨時退保攞錢喺，所以必須計入資產。呢位伯伯最後唔單止俾停發津貼，仲因為漏報資產俾社署調查。大家記住，無論係醫療保、人壽保定係咩儲水保，只要入面有得攞返錢喺成分，你就要搵保險公司出一份證明書，寫清楚截至今日個現金價值係幾多，老老實實補上去，唔好以為社署查唔到。而家保險公司同銀行、政府喺資料鋪好多時係有鏈網㗎。第三個案例係同離港日數有關，雖然自從2023年開始，長生津喺離港返限期已經放返到咗365日。但好多老友記冇解咗個意思。有位老友記，佢以為只要1年內返嚟一次就得，點知佢因為喺內地幫手湊孫，一住就住咗成年。雖然佢中間有返過嚟香港幾日，但係社署發現佢喺香港喺居住日數根本唔足以維持佢喺通常居住身份。攞長生津有一個好重要喺前提，就係你要通常居於香港。如果你長期喺內地或者海外居住，只係間唔中返嚟打卡，社署係有權認定你唔再係以香港為居住地。有個案例係一位伯伯返咗去家康長住，以為寬限期內冇問題，但社署喺年度複核睇時候，要求佢提供香港喺居住證明，例如電費單、水費單或者租約。伯伯因為長期鎖門，啲水電費單全部係0度，結果被社署懷疑佢唔係通常居港，最後不但取消咗津貼，仲要佢交代過去幾年喺實際去向。所以老友記要記住，雖然返限期長咗，但你蟹根一定要喺香港，要有實際喺居住事實，唔好以為真係可以移民去外國或者長住內地，仲可以繼續攞香港蟹福利。第四個案例係關於股票同債券蟹派息。有啲老友記好叻，
後生嗰陣買落一啲藍籌股，例如匯豐或者中電，諗住每年收幾千蚊利息當係零用錢。但係喺長生真蟹制度入面，股票係計資產，而派息係計收入。有位惠婆婆，佢蟹股票價值雖然冇超標，但有一年因為某隻股票派咗特別股息，加埋佢仔女每個月俾佢蟹家用，嗰個月佢蟹總收入就超過咗社署規定蟹上限。婆婆以為呢啲係意外之財，唔使報，點知社署喺核對銀行記錄嗰陣，見到有一筆幾千蚊蟹股票派息入賬，就問婆婆點解冇申報。雖然婆婆解釋係股息，但社署話根據規例，認可成口蟹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收入，都要計落每個月蟹收入限額入面。如果因為咁樣而超咗標，你嗰個月甚至之後蟹針 T 都有機會被追討。所以如果你有玩開股票，除咗要留意股價升跌令到你資產超標之外，派息嗰個月都要特別留神，睇下加埋家用會唔會過界。第5個案例係莫業用有權蟹陷阱。大家都知自住莫業係豁免計入資產蟹，但有位老伯佢喺香港有一層樓自住，本來完全符合資格，點知佢後生嗰陣喺郊鄉，即係內地，同兄弟姊妹繼承咗一間好舊蟹祖屋，佢佔咗1/5蟹業權。伯伯覺得嗰間祖屋根本唔值錢，又唔會賣，所以申報嗰陣話自己冇其他莫業。結果社署同內地相關部門進行大數據比對，發現咗伯伯喺內地有莫業登記，雖然只係1/5業權，雖然價值可能只係幾萬蚊人民幣，但因為伯伯申報係冇物業，呢個就變咗係提供虛假資料。喺社署眼中，只要你喺世界任何地方擁有莫業，無論係商業單位、七位、地皮定係祖屋，你都一定要報。自住嗰層就免，但第2層開始，哪怕只係一個好細海池分，都要按比例計入資產。呢位伯伯最後因為漏報內地莫業，被社署終止增 T， 仲要接受法律諮詢，搞到非常麻煩。第6個案例係仔女被蟹家用，呢個係最容易令老友記誤墮法網蟹圍。喺長生真蟹申報入面，仔女被蟹家用係夠入收入蟹。有位惠婆婆，佢2個女每人每個月俾5000蚊佢，加埋就係1萬蚊。婆婆覺得呢啲係仔女蟹孝心，係家用唔係人工，所以冇報道。但係長生真蟹收入上限其實好低，如果你每個月有1萬蚊收入，其實已經超咗標。社署查核婆婆銀行全質蟹時候，見到每個月都有2筆固定蟹5000蚊入賬，就問婆婆呢啲係咩錢？婆婆直認係女被蟹家用，結果社署就話婆婆一直以嚟都係高收入人士，根本唔符合攞真他蟹資格。呢個案例話俾我哋聽，仔女想孝敬父母係好事，但如果係想幫父母申報長生真，俾錢蟹方式就要好講究。如果你每個月定時定候入一筆大錢落父母個銀行戶口，呢啲全部都係證據。老友記申報蟹時候，一定要將仔女被蟹家用計清楚。如果加埋其他收入超咗上限，就真係唔好強行申請，否則遲早會被查到。第7個案例係關於定期存款蟹利息。有位伯伯好運見，將幾十萬儲費分開咗幾間銀行做定期，諗住賺取高啲蟹利息。佢申請長生真蟹時候，資產剛好係限額之下，所以獲批咗。但係問題出喺定期到期嗰陣，大家都知而家定期利息有時都幾高，幾十萬本金，一年利息可能都有成萬幾2萬蚊。伯伯喺定期到期嗰個月，將利息連本金一齊轉越儲費戶號，諗住攞嚟使。社署抽查見到嗰個月突然多咗萬幾蚊，伯伯話係定期利息，社署就話呢筆利息係喺嗰一個月內產生蟹收入，因為嗰一個月蟹收入突然爆升，超出咗限額，社署就要重新審核佢之前蟹資格。更重要係，如果你啲定期利息係滾存入本金度，你蟹種資產就會慢慢增加，好容易由原本差唔多超標變成正式超標。好多老友記就係咁樣，資產由30萬變咗31萬，就係因為嗰少少利息，結果成分真 T 冇咗，仲要嘔飯之前攞落蟹錢。所以做定期蟹老友記，一定要每個幾個月就計下數，睇下加埋利息之後，自己仲係唔係喺安全線之內。第8個案例涉及空殼公司董事，有位惠伯伯，佢後生做生意，老咗之後公司雖然冇再運作，但一直冇正式清盤取名，佢依然係公司蟹唯一股東同董事。公司名下其實已經冇資產，得返果殼，甚至仲欠緊錢。伯伯申請長生真嗰陣，諗住公司都唔賺錢，自己又冇糧出，所以就冇報。點知社署查到佢名下有一間公司，就要佢交公司蟹審計報告同會計賬目。伯伯話間公司一早停咗啦，
邊有會計賬目呀？社署就話，只要你係公司持有人，間公司喺所有資產價值包括商譽、名下物業、車輛、銀行存款都要計入你個人資產，即使間公司係虧蝕緊，如果你提供唔到證明文件，社署就會當你係隱瞞資產。呢位伯伯最後要使錢當劊子師幫間死咗蟹公司做返好多年蟹賬目，證明公司係負資產，先至勉強過到關，但中間已經折騰咗大半年，津貼亦都被停發咗好耐。所以老友記如果名下仲有啲乜嘢後生留落嚟合公司名義申請長生針之前，一定要先處理好，一係就正式清盤，一係就要準備定所有財務證明。第9個萬里係關於強積金 MPF 嘅，好多老友記以為65歲攞咗強積金出嚟之後，嗰啲錢就係自己蟹，點使都得。但如果你係一次過攞咗一大筆強積金，例如50萬，咁你嗰一年蟹資產肯定會超標。有位患奶係為老伯65歲嗰年一次過攞咗60萬強積金，佢諗住呢啲係自己辛苦一世蟹血汗錢，政府唔應該計。佢攞完錢之後，將錢分俾咗仔女，自己名下留返10幾萬，然後去申請長生針。社署查佢銀行記錄，見到半年前有160萬入賬，問佢啲錢去咗邊，伯伯話俾晒仔女。社署就話呢種行為叫做故意轉移資產以符合申請資格。社署規定，如果你喺申請前一段時間內無合理理由地將大筆資產轉走，佢哋依然可以將嗰筆錢計入你喺資產入面。結果伯伯因為咁樣被拒絕申請，仲要等幾年之後證明嗰筆錢真係用晒喺生活開支度，先可以再申請。大家要明白，強積金喺未能取之前係豁免計入資產海，但一旦攞咗出嚟入咗銀行，佢就係事實在擠海資產。你要規劃好點樣運用，唔好以為轉走咗就神不知鬼不覺。最後第10個案例係疏忽暴露，呢個唔係因為錢多，而係因為大意。有位婆婆，佢一直攞緊長生針，原本都好守規矩，但有一年佢搬咗去同細女住，換咗地址，亦都換咗個聯絡電話。佢以為呢啲小事唔使特登去社署排隊報，點知社署嗰排發信做年度複核，封信寄去舊地址，婆婆當然收唔到。社署見到封信退返嚟，又打唔通婆婆個電話，就覺得婆婆可能已經唔喺香港，或者發生咗意外。結果社署即時停止咗發放針梯，等到婆婆發現銀行戶口冇錢入，再去問海時候，社署已經將佢個案關閉咗。雖然婆婆最後解釋返重新開案，但中間斷咗嗰幾個月蟹針梯係冇得追返蟹。社署有一條條例，任何資料更改，包括地址、婚姻狀況、收入變動、資產變動，都要喺30日內通知佢哋。好多老友記就係因為懶或者覺得唔重要，最後搞到手續繁複，大大損失。睇完呢10個案例，大家係咪覺得攞長生針真係要步步為營？其實社署並唔係想刁難長者，只不過公台必須用得其所，所以制度一定係嚴謹蟹。老友記最容易出事蟹地方，往往就係以為我唔講佢就唔知，或者係我覺得呢啲唔算係資產。但係喺大數據時代，銀行、保險公司、庫務署，甚至係內地蟹房產局，資料其實係相對透明蟹。社署一旦抽查到你，佢會要求你交出過去1-2年所有銀行戶口海詳細清單 （bank statements）， 到時每一筆幾千蚊海入賬都要解釋。如果你答唔出，或者俾發現講大話，後果真係可以好嚴重。我想同大家總結幾點攞長生針蟹保命符。第一，所有資產都要老老實實報上去。如果你經資產超標，你應該喺申請之前合法地計劃點樣運用呢啲錢，例如用嚟裝修下屋企、預繳一啲醫療開支，或者買一啲符合規例蟹年金計劃，而唔係等申請咗之後先嚟隱瞞。第二，一定要定期檢查自己名下所有戶口，包括嗰啲好耐冇用蟹死戶口，有時入面剩返幾千蚊，加加埋埋可能就係嗰幾千蚊令你超標。第三，同仔女溝通清楚，叫佢哋唔好隨便入大筆錢落你個戶口。如果有需要，可以幫你交水電費、交租，甚至直接俾現金，咁樣對你份津貼會保障啲。第四，如果收到社署蟹複核信，一定要第一時間處理，唔好拖，更加唔好唔理，因為社署蟹電腦系統係好死板蟹，過咗期就自動停錢。攞長生針係長者應有蟹福利，係對大家後生嗰陣對社會貢獻下一點心意。但要攞得安樂，攞得長久，就要做個精明蟹申請人。大家記住，誠實申報，及時更新，就唔使經社署會睇上文。希望今日分享呢10個案例可以幫到大家，或者幫到你屋企蟹老人家，
避開呢啲陷阱，安安心心咁享受晚年生活。如果你身邊都有老友記攞緊長生津，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知，提醒佢哋小心呢啲容易俾復劣蟹圍，大家守望相助，先唔會白白損失咗應得蟹針 T。